通促党一个省长的干部涉嫌收中国7400万插手台湾的选举，去互检方以反渗透法起诉。时阵，这内政部阁认为讲，通促党是替中国伫咧台湾发展组织介入选举，破坏国安，危害自由民主甲宪政，所以讲要甲宪法法庭申请要解散通促党。不过，这通促党的总裁张安乐就批评讲，应该去互解散的是民进党。采用解放军的军规，抗衡咱国军伫两华战争时阵放弃抵抗。通促党县长的干部涉嫌收中国7400万的钱了，按照各大办的指示，伫各大平台甲广播，想要影响今年初总统大选。过去的公投案，也捌想要影响舆论的方向，甚至认知作战，怎么互检方依照反渗透法起诉？7000几万，你哪不爱归去讲7亿外啦？啊，你7000几万是安怎来？我所讲的言论啦，甲统促党意向的主张拢总共款，并无讲啊，一定受到啥物人的好处，较讲啥物人的话。内政部讲，这几年有连续几路件甲通促党有关的犯罪行为，为了要防卫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，将会依照政党法查处，掌握证据，申请宪法法庭予以解散。这个是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个防卫，因为我们不能再容忍政党在这样的一个集体性而且系统性的违法。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下去。内政部强调，法律无保障政党主要成员从事犯罪行为，通促党超过政党应该有的本分。因那通促党的总裁张安乐还指控民进党的违法更加多，无法度接受被解散。要解散应该解散民进党，为什么呢？犯罪的人更是多得不胜枚举，而且他犯的罪是不可原谅的罪。学者讲，政党是毋是危害到民主自由的精神，毋是普通法庭会当判断，有宪法法庭的国家会交予宪法法庭，这个案早就该提出来啊。讲出真话，做出重要的真正的事情，否则的话，因为民主保卫性民主，在这个时候不用，那什么时候用？内政部强调，会继续搜集证据，申请宪法法庭审理。若是未来收案，将会是第一件主管机关申请解散政党的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